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之一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视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不久前，全国两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苏州评弹界的著名演员盛晓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参加了这次盛会。那会议期间呢，盛晓云和沪剧名伶毛善玉呢还联袂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的提案。那盛会期间的盛晓云还牵挂着我们栏目，特别还送来了问候，寄来了第11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封。我们也一起分享了他与会的喜悦和荣耀。那我想呢，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当中唯一的一名我们苏州评弹演员，真的是对评弹界来说是一种荣誉。那为了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呢，大会刚刚圆满闭幕，我们就把盛委员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来做客，请他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盛会的情况。欢迎你。你好，黄磊，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盛晓云，这次我们苏州总共有几位参加这个会议呢？一位是我们苏州大学的法学系的那个博士生导师杨海坤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苏州文联的主席范小青，还有一位就是我，接触的都是文艺界的那个大师们、艺术家们。我和上海的毛善玉一起联名提交了一个提案，我们都特别留意，就是有关报道啊、媒体啊，还和我们的外交部长一起合作表演了个节目哈。是。那我们的部长也会唱评弹吗？是啊，他唱得非常棒。杨洁篪部长呢，他是上海人，从小就喜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票友了，已经是。他嗓音非常好，嗓音洪亮。他跟我说，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啊，他离不开评弹。就是你和这个杨部长的合影，怎么会有这么一次合作呢？5号我正好杨部长请我过去一起吃顿饭，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这么一个晚会，希望他能够参加。他非常欣然的就答应了。后来是不能来了，因为一天的那个工作排得满满的。他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他那天一整天是例行人大会议，然后晚上还有一个外事活动。他完了外事活动才赶过来。我就跟他那个对了一遍，稍微练了一遍嘛，练了一遍我们就在台上唱了，对政协委员一种鼓舞，对我们评弹演员也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没错。好了，我们话题要收回来了。我们这期还是名家名篇赏析。那么盛晓云大家都非常熟悉，嗓音非常的清丽，然后呢形象也是靓丽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是如何用音乐形象来成功的塑造4个不同的人物。蒋云轩呢是我第2位老师，我第1位老师是邢燕之。那么学了那个啼笑姻缘之后呢，使我懂得了很多，在表演上跨进了很大一步。那么凤喜是一个17岁的姑娘，天真烂漫。我在表达的时候呢，就是用眼神都把她那种少女的天真活泼，而且又有点调皮直率的那种眼神要表达出来。好，一起来欣赏盛晓云演唱的啼笑姻缘玉凤。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哎呦，别提喽，差点开不了场。真的？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大概有5、6毛呢。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上归音喽。啊，是吗？嘿，电视内北家是看见各位姑娘觉得奇怪，姑娘看见的北家是还觉得惊讶的。少姐。听到上哪过？龙天上子啊，两个观众侪是非富最真。哎呀，各位听看，恁个年轻，恁个英俊，恁个潇洒，恁个大方家。分子
上几个，接上个口腥味的啪啪啪啪啪啪，贴是贴的嘞，面孔上下一声发烫。哎，水里向门上开个张大锅，纸里向水是不唱出来。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边浪向个深山又带着神恩茫茫，哎，那个文铃声啊，把你对脱个啥？你看看呀！凤姐，今儿个唱一段什么呀？啊，哎呀，把阿嫂提醒的或啥子？刚刚是讲有点失态了，不好意思。我们刚才欣赏的是申小云演唱的《啼笑姻缘》选段《玉凤》哈，主要是继承了蒋云仙老师的风格，同时也吸取了邢燕之老师的精华哈，可以这样说。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申小云塑造的另外一个风格迥异的人物小白菜，如何来把握这么一个角色呢？其实这个书呢是我老师邢燕之的代表作，所以在唱腔方面呢，我是照着他唱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段唱真是经典之作。小白菜跟沈凤喜绝对，虽然是两个人都是苦人家的女孩子，小白菜她的磨难就大了。我觉得刻画人物就是要从眼神来区别，她的那种眼光既是压抑，又是怯生生，觉得自己对不起你，然后又是不好意思，但是还在那种情况下，还要把那个小白菜的那种娇和美要表现出来。一起来欣赏申小云演唱的《显而易见有冤情》。他们四目相会，没无声不听身躯一心生。
女其实不行。一个儿是亲，谁妹亲手。七岁拉一拉，哎，一个儿家下族一个儿平平踩出离生情，一个儿是爸母的。他们的手中也不是他比妈妈三三心走亲，不记人，差记心人，喜儿一起心。我们欣赏了显而易见有冤情，那是盛小云演唱的小白菜的一段唱啊，塑造了这么一个悲剧的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第3段唱段呢，是盛小云塑造的另外一个人物潘金莲，是叔嫂初逢当中的选段。盛小云，潘金莲又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物了，和前面2个人物沈凤喜呀、小白菜哈。那您是如何来把握这么一个人物的呢？我很同情潘金莲，因为她一开始的话，我觉得这女孩子非常好，因为她是拒绝了那个张大户，不肯做她的小。张大户为了报复她，把她嫁给了又丑又矮的那个武大郎。最后，她还是看到了武大郎一颗真诚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就是有点不甘心了，觉得就是武大郎配不上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武松出现了，好像压抑在他心中好久的那种向往爱情的那种感觉又迸发出来了。他的眼光是非常火辣辣的，那种就是非常直白，然后又对武松的那种感觉呢，又有点带一点挑逗献媚的。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来欣赏盛小云塑造的这潘金莲这个人物。不仅仅是大红英勇，而且现在为首是杨过与女娃们一个都头在。什么子？这个为叔叔谁的真阳光大红英勇啊！哎呀，那大爷对你仔仔细细的看看在，那么不对我那刚刚已经看过这个两阳光，刚刚看的是叔叔呀，现在看的是大红英勇呀。你
铁的眼睛，真假无双，我是本人，真马上觉得不是。高口了，我这里个对夫妻也配呢？莫非是寡妇？吹头脸有牙不？你下来人发醉疯，以至于楼地。周班队呀，不理口技也我会的呀。还
我们已经欣赏了3段盛小云演唱的这个选段哈，塑造了3个活灵活现的人物。那么接下来第4段我们要播出的是，也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就是虞姬这么一个人物。即将播出的是《盖夏歌》选段，也就是《霸王别姬》啊。那盛小云，这个虞姬这个人物离我们现在时代非常的久远哈。对。那我觉得塑造这个人物还是有一点难度的。那你怎么来把握好的呢？虞姬这个人物，我觉得在历史上女性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物。她忠于爱情，非常坚贞，可以为爱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又非常刚烈。她随着楚霸王南征北战10多年，过着那种军营的生活，她无怨无悔。因为他爱慕，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霸王的那个事业当中去了。当霸王遭受到那个4面楚歌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头非常着急，也知道霸王如果单身独骑的话，你有可能逃出去，也知道霸王是非常非常爱自己。我要是活着，他不可能抛下我自己走，他肯定要带着我走，带着我走意味着我们同归于尽，就没有生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然的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壮烈的那种举动。他们的爱情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为你舞上一曲，剑舞我就自焚而死。8届的楚军都归了汉了，然后只有那个虞姬是为霸王而死的，没有一个人及得上虞姬的坚贞。所以在这方面去塑造这么一个巾帼英雄，他的眼光都是非常沉稳的，不用，而且他的那个非常端庄，然后看那个楚霸王的眼光也非常纯真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个开篇当中呢，我们的唱腔方面用了很大的力气，因为余调和张调是第一次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首先是一个节奏问题，我们花了好多力气，但是也未必是属于成功之作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盛小云和王嘉明对唱的开篇《盖夏歌》。哩比布，哩比布，吧吧，棒痛。
肯给下罪在
说红。对哇。好了，我们今天总共欣赏了这个4段，我们盛小云这个用音乐形象塑造的这个4个人物哈。我想边听盛小云的介绍再来欣赏，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的过瘾。但是时间有限，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哈。盛小云现在也是非常的繁忙，能够到我们这儿来做客也是非常不容易，身兼数职哈。我可能扳手指头都扳不过来。全国政协委员啊，全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还有呢这个全国文联的委员啊，还有省里面还有哈，这个省青联委员啊，还有我们苏州市就是民进副主委，对，还有苏州的人大常委，还有等等，本身又是评弹团的团长助理，还要肩负团里的部分管理工作哈，真的非常不容易来做客，但是还是希望你常来这里做客，我很愿意。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盛小云来做客，谢谢，谢谢。好，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